有台湾人和中国的诈骗集团合作，甲电信业者申请上万的手机号码，办真侪网络平台客口座，摕来做洗钱工具。警方发现讲，一年外就67个人哄骗，这损失的金额超过1000万。甚至发现讲，国内某一寡公益团体资料库互骇客入侵，一寡捐款的善心人士因的资料却泄露出去，变做是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。 提顿牌界被原警警老讲起哩，伫上北桃园顶地将人一捆头拢掠起来，因涉嫌甲对华不法集团用模诈骗台湾人。假冒公益团体的一个诈骗案件，那这个名目是以预设扣款设定错误方式来诈骗捐款人。 公益团体疑似资料库互人入侵，捐款的人各自外泄，互对华不法分子来注意到。为闪避诈集，警方阁查出嫌犯用行销公司的名义，向亚太电信申办9万张的门户，利用鸟池设备代收大量认证码，协助中国诈欺分子注册各类 App， 敢若是虾皮小户、甲虚拟小户，都13000外币，用来洗钱设断点。 近年来，至少67人受害，骗超过1000万。因为大部分的门号只能够是在台湾使用，所以它必须要在台湾完成一个认证。但是施诈的地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就导致这一类的案件，因为两岸的关系，变成没有办法去进行查缉。 国内这几年来，亲像海峡电信、台湾之星，一直逼出电信业者卖出大量门户，轮做诈骗集团使用，互人同款。 有检察官就看声，组织机关爱加强行政检查。门号、纸本跟电脑对不起来，他为什么敢这么弄？因为他知道不会检查，他知道检查不到，所以他们这么做了。检方指出，即马电信申办相对简单，对企业资格、门户数量拢无设限，连身份查核也无落实，建议有源头管制，阻止犯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